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通車第一個工作日，已經有超過5萬車次使用繞道。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星期一朝早到場視察，佢就話見到加士居天橋同龍翔道一帶交通有所改善，符合預期。不過繞道開通初期出現唔少司機 cut 錯線嘅情況，陳美寶就呼籲駕駛者要多適應路況，當局亦都會加強同優化道路指示牌。喺啟德出口嗰度咧，我哋咧亦都喺琴晚咧已經即時咧就喺一啲隧道裏邊咧喺個路面嗰度咧加強咗一啲標示，令到駕駛者咧佢哋可以預早咧就係可以留意到嗰個交通嘅嗰個路牌，從而咧去選取一個適合嘅路線嘅。咁而喺出咗口之後咧，我哋講緊喺啟福道嘅嗰個附近咧，亦都咧係加裝咗咧一啲嘅警告嘅標示啦，令到駕駛者咧都會留意啦，唔會咧係錯誤地咧係駛咗入去個巴士嘅專線嗰度嘅。陳美寶又話：接近年底，學校放假，會繼續密切留意交通狀況。運輸署亦都將緊急事故協調中心提升至最高級別嘅督導模式，監督整體交通狀況。